再来是副词的范例，我查案部不梦，还去出归心汉，列下空格，记得清清楚楚。华语的意思是我昨天晚上做梦了，而且吓到全身都是汗，现在怎么样？记得清清楚楚。选项里面有寒、忙、哀。我们先看看这样子的情境之下，我们要用什么样子的副词呢？现在把选项带入空格试试看。第一个选项寒，带入寒记得，意思是仍然记得。第二个选项忙，带入忙记得，意思是不曾记得。第三个选项哀，带入哀记得，意思是要记得。所以第一个寒记得是比较合理的答案。我查案部不梦，还去出归心汗，列下还记得清清楚楚。我昨晚做梦，吓出全身汗，到现在还记得清清楚楚。最后还有连接词的范例，聽講他接到雪鳳頭，唔單槍面色會較好看，空格不熱。我来解释一下，聽講他接到雪鳳頭，聽講华语是听说的意思，他接华语是长长的意思，食鳳頭华语是吃红豆的意思。聽講他接到食鳳頭，听说常常吃红豆。唔單槍面色會較好看，唔單槍华语是不止的意思，面色华语是气色的意思。唔單槍面色會較好看，不只是气色較好看。接下来我们将选项一一带入试看看。第一，唔單槍面色會較好看，還是得不熱。還是得就是还可以，还可以补写。第三个选项是的，是的就可以的意思，是的不热就可以补写。这句话如果我们单看的话，好像没有什么问题，但是在阅读理解时，我们必须考虑前后文的句子。唔單槍面色會較好看，是的不熱，不只是氣色較好看就可以補寫，前後意思就不對了。第一個選項的還是的還可以，唔單槍面色會較好看，還是的不熱，不只是氣色會較好看，還可以補寫，就比第三選項是的合理通顺。中间的第二个答案還曉得，還曉得，曉得是知道。聽講他接到食鳳頭，唔單槍面色會較好看，還曉得不熱，怪怪的哦，還知道補寫，所以答案选一。聽講他接到食鳳頭，唔單槍面色會較好看，還是得不熱。今晡日因抗疫能力基礎級認證嘅得分策略是講到了，希望大家考試順利，加油哦！